陈景松老师陈景松老师来替我们示范你的等级当然，因这个等级另外有学分伫内面，另外有机关伫内面看起来等级但是另外有机关若无这个那各位有兴趣，私底下再来陈老师研究来，咱掌声鼓励陈老师的等级题咱等下是不是卖雷讲卖雷讲咱来屏气凝神来欣赏一下。叶西叶西的大头推等级推法。真的非常的优美刚刚这几分钟我觉得是刹那即永恒所以太多咱你讲男少年伫什么所在那你讲咱叶西队泉州南湾来到台湾，登山过台湾，咱你讲大陆即摆看过这种退休会。退休啊，是来讲，咱是咧分地规个啦，是来讲，咱是咧分地规个就是讲，伊的这个传承足清楚，很完整就是咱登山过台湾的这个古迹。咱台湾有一个好处伊今仔台湾人来嘛，讲先是这点我们有文明咱台湾人有文明所以这个文化是台湾就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保留，非常好的保留好，那再次的掌声来感谢咱的陈景松老师今天这个叶西的这个等级会等级会机关差的成果。